从火中醒过，你必遮盖着我，你双手一指，你是新拯救，大有能力抵住，你赦免罪孽，医治一切疾病，你赐下应许，叫我们的痊愈，你战胜死亡，你践踏仇敌，你掌权在全地，伟大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风浪之中保守我们，困难中我依靠的神，奇妙的神。高唱敬拜我神，相信你要医治我们，呼求你来拯救我们。赐下应许，叫我们的痊愈。你战胜死亡，你践踏仇敌，你掌权在全地。伟大的神。亲爱的兄姐，礼拜即将开始，请大家用预备心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那后面的尽量往前坐。那礼拜即将开始，谢谢。然后手机请大家关机或开飞行模式或震动，谢谢大家的配合。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在周日的时候再一次看到大家聚集在神的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你告诉旁边人，跟他说很开心跟你一起敬拜，很开心跟你一起敬拜。邀请大家从座位上起立。那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相信我们在安静当中，我们必定能经历到圣灵的降临。阿们。我们相信今天你会出现在这里，这并不是偶然。我们相信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到我们当中来，一起来敬拜神。在我们有顺境当中，在我们的困境当中，我们都要开口来大声赞美。阿们吗？因为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敬拜，能被神大大的使用，来成为美好的见证，来经历到神的神迹。阿们，阿们。我们一点的安静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我们来领受圣灵。我们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好爱你。圣灵，我好爱你。短短的时间，我们一起经历圣灵的同在。
邀请圣灵内住到我们心中。当圣灵内住到我们心中，它必定要带来改变我们生命的能力，改变我们言行举止的能力，改变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能力。阿们，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预备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相信上帝是得胜的神，阿们吗？阿们。你告诉旁边跟他说，耶稣是得胜的主，耶稣是得胜的主。是当我们开口赞美，神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阿们。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领主，我主带领，甩开无形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旁边跟他说，这是我得胜的赞美，阿们。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领主，我主带领，甩开不信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用舞蹈来敬拜他，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胜利宣告。充满信心来宣告，我要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宣告，荣耀恩典。是当我们开口赞美，祝福就要来到，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用手举帕都到，我要得胜。用
大声来宣告盼望，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一起来拍手赞美神，盼望，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生命宣告，这是我的生命宣告，这是我的生命宣告。你告诉旁边跟他说，我们是得胜的百姓。阿门！将我们掌声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神已经得胜，因此我们也已经得胜了。阿门！阿门！阿门！这任何困难在神的面前都不是难事，阿门吗？巨人在我们面前也要倒下，阿门。大山在我们面前也要融化，阿门。因为有神帮助我们，没有人能抵挡我们，阿门。一路上虽有荆棘，却看见应许之地。我们呼喊你的爱，迎接最终的胜利。当惧怕包围我心，像耶利哥的城墙，我要呼喊你的爱，就看见恐惧倒塌，用我一生来歌唱。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着你，在你没有大声来宣告，哇哦！事情，虽有时黑暗隐藏，愤怒夺走你荣光，大声来宣告，仍有盼望，全都因为你的爱，是我一生的诗歌。再次来宣告，虽有时黑暗隐藏，愤怒偷走你荣光，充满信心宣告，全都因为你的爱，是我一生的诗歌。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难成。巨人都要倒下，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恐惧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再次来宣告，哇哦！没有更高更强的名能伟大过你，耶稣胜过一切，断开锁链，永远掌权主耶稣。没有更高更强的名能伟大过你，耶稣胜过一切，断开锁链。充满信心来宣告，没有更高，没有更高更
归给神，哈利路亚！因为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情，阿门，阿门。邀请你告诉旁边，跟他说：我的神是凡事都能做的神。阿门，阿门。我们相信，当我们开口敬拜的时候，神的灵就已经在我们当中。阿门。我相信神很喜悦我们的敬拜。当我们每个人开口，脸充满喜乐，赞美神的时候，神的灵到我们当中来，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翻转我们的生命，要点燃我们心中这样的对神热情的火。我们一起来唱。即使旷野道路无力淹没我的心，我要向你屈膝，更多寻求你的心意，就牵引我贴近你。无论高处低处，渴望能重新的力，倾倒你的火焰，让灰烬能再次燃起，成为焚烧的生命。求你点燃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祝你打开天门，焚烧炼净我们，向我们显明你心意。求你点燃，兴起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的火祭。祝你彰显大能，医治释放我们。我们渴望神的能力，渴望能重新的力，倾倒你的火焰，让灰烬能再次燃起，成为焚烧的生命。开口来敬拜他，求你点燃。为你火热的心，祝你打开天门，焚烧炼净我们，向我们显明你心意。求你点燃，兴起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的火祭。祝你彰显大能，医治释放我们。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生命如风吹起，眺望星星，不照引你烈火再次燃起，焚香祭坛全然献上自己，神灵火降临，神灵如风，神灵如风吹起，眺望星星，不照引你烈火再次燃起，焚香祭坛全然献上自己，生命火降临，求你点燃我们。大声唱出来敬拜他。
火热的心。是啊，神的百姓，我们渴慕你打开天门，焚烧炼净我们，向我们显明你心意，求你点燃，求你点燃，成为馨香的火祭，祝你彰显大能，医治释放我们，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圣灵如火眺望在我们的里面，阿门。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不仅我们唱出的歌曲充满了从圣灵来的那能力，圣灵带着我们一起敬拜这位至高的真神。圣灵点燃我们，让我们那起初的爱再一次的在我们的当中不断的被神兴起。阿门。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神他也不仅让我们有敬拜的权柄，也让我们有祷告祝福的权柄。阿们。我们要来 RPG， 我们今天的 RPG 要特别来为一个教会来 RPG 来祝福他们。弟兄姐妹，你愿意祝福别的教会吗？我们的心都很爱永光教会，然后神他说我们也要爱别人的教会，爱神的教会如同爱我们自己的教会。阿们。这是恩上加恩的福分。我们今天特别要提名来为南坎教会。南坎教会今天他们的主任牧师带着团队来到我们永光教会，来这里分赐他们的恩典，也把那建堂的福分分赐给我们。阿们。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要来 RPG 的时候带球，第二个部分带球来为南坎教会他们的建堂基金，他们的建堂的过程，求神把这个教会为神国而建造的教会。我们一般都在做地上的事，我们买豪宅那是地上的事哦。然而当这个教会要建立起来的时候，他正在做天上的事。阿们。所以需要所有的教会都为这个教会来提名祷告，让他们在任何的节奏上面都按着圣灵的点燃，给他们智慧，也供应他们的需要。阿们吗？在场的弟兄姐妹，当我们 RPG 祷告的时候，就要带下神迹，在南坎教会带来极大的祝福。我们现在两个人，我们来 RPG， 先赞美，接着为南坎教会的建堂来带球，第三为对方祝福。哈利路亚！为南坎教会赞美神，赞美神，主谢谢，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说的啦，沙啦啦，哈利路亚，呼的啦，沙啦啦。在直播上面的弟兄姐妹也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的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圣灵，你点燃我们的心。当我们提名为南坎教会纪念这个教会的时候，主啊，你也必纪念这个教会。哈利路亚！神，你的爱大大的充满，兴起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在台湾甚至是国外每一个，主啊，你的灵来感动。主，当这个教会要被建造的时候，主你的名在那里就要被高举。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这个祷告的声就像那五旬节的圣灵降临一样，这么的火热。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求你点燃。焚烧炼净我们，向我们显
弟兄姐妹。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的活祭，主力彰显大能，一直释放我们，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生命如风吹起，飘往星星，呼召引你烈火再次燃起。你愿意献上自己的，举起你的手，举起的说：主啊，我愿意献上。降临，生命如风吹起，飘往那个被眺望的就是你，呼召引你烈火再次燃起，奔向祭坛全然献上自己，生命我们的祷告还有1分钟就要来结束，持续来敬拜，哈利路亚！也让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主你打开天，是的，主的天门已经打开，他愿意炼净你，向我们献明你心意，更火热的被神来点燃，兴起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的活祭，主你彰显大能，一直释放我们，求你再次降临这地，求你点燃，我们的会众来唱，哈利路亚！点燃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你的心是火热的，你打开天门，焚烧炼净我们。你愿意被炼净吗？哈利路亚！我们愿意的把我们的手举起，回应神，说我愿意让你点燃。哈利路亚！兴起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的活祭，主啊，我不配，然而你愿意，我就必成。哈利路亚！一直释放我们，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把这个点燃在你的心里面，眼睛闭起来，在10秒钟，再持续10秒钟，圣灵在你的里面，你去感受那10秒钟圣灵在你里面的充满跟运行。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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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所以说，我们就是属于你的圣灵，我是你的人，我属于你，你炼净我，也叫我成为圣洁。哈利路亚，感谢主。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你20岁的掌声，把这荣耀的掌声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牧师来问一下，50岁以下的举手。你们的掌声加尖叫来，1、2、3，哈利路亚 ，OK， 好，51岁以上的举手，51岁以上的举手，哇，好，属狼属丁来，赞美加尖叫归给耶稣，哈利路亚，一起来，哈利路亚，一起来，哈利路亚，主你配得，主荣耀归给你，感谢主，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是，这就是基督的精兵。面对困难，任何一件事情，奉献也要用这种心境，知道吗？阿门。把我们永光的尊荣文化来对旁边的人说：做，请坐。这时我们要来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4章46节到54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请。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南，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迦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喂食熟了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时候，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2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圣经攻读到此，愿神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的心里。这时我们要邀请桃园南坎教会的牧师蔡信生牧师，他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是绝对肯定信心带来的神迹。你相信吗？绝对肯定的信心一定会带来神迹啊！非常非常的感谢敬爱的周牧师、潘牧师哈，认识他们20多年了，将近30年，很高兴啊！这是我第2次来永光讲道，以前是在大直的时候来1次，这次在南坎教会为着建堂的事工，我可以说再一次来到永光，那我很感谢啦。我们这个教会的第2代呢，我们教会现在余安传道呢，也跟我们的亚伦亚拿呢，因为他们神学院同一班嘛，一起在去年毕业来到各自的教会服侍哈，而且我们教会呢青年呢舞团也来这边学习跟精进了哈，那这也都是永光给我们拍手感谢神啊，哈利路亚！两间教会很相似啦。而且我在大直也是我第1次为建堂服事的时候，我也才知道，我们永光同时在2001到0702年，也从我们市场嘛把旧的房子卖掉，搬到外面大楼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2个教会都走小组，2个教会都走门徒训练，2个教会都做幸福小组，不断的传福音。那我也相信我们都有在 RPG， 也很多的事工。我们也都一起去访安盛会，很多事情很接近。我觉得我们要更新，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用信心来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主啊，让我们有一个可听的耳，一个受教的灵，让我们把你的话刻在心里面，也可以照着去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看到耶稣他所行的第1件神迹，就是在婚宴中使水变为酒，人尽皆知。但是耶稣所行的第2个神迹，医治了大臣的儿子，却比较被少提到，也没有那么重视。但这2件神迹都发生在同一个地方，也就是在加利利的迦拿。
并且这个时间相隔没有很久的。我想到婚宴，让人享受到那种欢乐的气氛，但是没有了酒，谁能解决呢？所以第一件神迹，它预表了耶稣，他非常重视婚姻。水变为酒，也代表了改变了我们生命的密度。耶稣使得水那样平淡无味的人生，变成了香醇美味的人生。而大臣，他拥有了极高的权位，他有了权力，也令人羡慕。可是怎么晓得他的儿子却得了重病，谁能医治呢？所以第二件神迹也预表了耶稣非常看重家庭。第一个，婚姻是夫妻的关系，家庭看到的是亲子的关系。这里医治大臣病危的儿子，也改变了他生命的长度。耶稣将一个濒临死亡、绝望无助的人生，变成了充满盼望，可以得着永恒生命的人生。耶稣所行的第二件神迹，也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这位父亲对耶稣的信心所产生的那么大的功能，那么大的效果，这是绝对肯定的信心所带来的神迹。我们看到这位大臣，他扮演了爱子情深的父亲的角色，使得他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他亲自来到耶稣面前，而不只是差遣他的仆人来找耶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大臣对孩子极深的爱。所以弟兄姐妹，不论你现在有多高的地位，你拥有多少的财富，但是你总也会遇到一些你无法解决、让你束手无策的事情。在疾病的面前，人人平等。疾病总会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无奈，还有无助。我看到大臣，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经历病痛的折磨，我看到他内心的煎熬。他对孩子能够得到医治，能够活起来，他的渴望比任何人更强烈。而这位大臣，他听见耶稣从犹太来到加利利，他的心中就有一个渴慕，他愿意来尝试看看。他多么希望耶稣可以医治那个他即将要死掉的孩子。所以在约翰福音4章49节，这位大臣就对耶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孩子还没有死去，就下去吧。下去就是去到我家吧。因为大臣相信耶稣有医病的能力，慕名而来找耶稣，这是信心的表现。但是大臣当时的信心还是很浅，还是很有限，因为他给耶稣划定时间表，划定耶稣医治的方式。他认为时间那就一定要及时，要趁着我孩子还没有死之前，你就要来医他。换言之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如果就死掉了，那一切就来不及了。所以他要求的医治的方法，就是希望耶稣可以下去到他家，亲临现场，为他的孩子，在他孩子的身边来做医治。但是我们看到48节，耶稣对大臣说，还有对他旁边的众人就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换句话说，一般的人是不是都要因着有看到神迹，我才会相信啊？
所以这句话，其实我感觉耶稣不只是一种好像责备的感觉，反而更多是耶稣对我们的提醒。所以到了我们看到50节，耶稣就对大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会活。”那个人就是那个大臣，他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其实你看圣经，耶稣什么都没有做，耶稣连当下的一个祷告也没有做，耶稣只是简单的说：“你回去吧。”你有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如果你人在当时的现场，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你会感觉到很疑惑吗？还是觉得很失望？还是你会说：“耶稣，你在糊弄我吗？”还是你那时候心情是忐忑不安呢？我想拜托耶稣，你亲自到我家一趟，有这么难吗？你这样做不是比较踏实一点吗？但是那个大臣，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当场他相信了耶稣所说的话。弟兄姐妹，你信耶稣所说的话吗？我看到这个大臣，他采取了绝对肯定的信心，所以大臣他就这样听了耶稣的话就回家了。就他离到他家还没到，还一段路程的时候，他的仆人，原文是说仆人们用复数，可见好几个仆人迫不及待的要到路上迎接主人。所以他们去见了主人的时候，就对他很高兴很兴奋说：“你儿子活了！”哇！大臣就急忙的来问这个仆人呢：“我儿子是什么时候好起来的？”我们看到约翰福音4章52节，刚才讲喂食，就是昨天下午1点钟，昨天下午1点钟，你的孩子热退了，病好了。哇！这个大臣一想，他知道这是耶稣说，就在昨天1点钟说你儿子会活，你回去吧的当时，原来神的医治就在当下。你想想看啊，如果这个孩子是在大臣见到耶稣之前就好了，如果时间不对，是可能早上11点好的，清晨好的，那绝对不是耶稣医的，大臣会一定马上算得出来呀。但是你也可能说：“哦，那可能是另外医生来医好的，或是给他给的药起了功效吧。”但是仆人明确的说出准确的时间，昨天下午1点钟，病好了。所以大臣就明白了，那是耶稣当场借着信心的宣告，让神迹发生了。所以你知道，耶稣的医治是大的全能，是带着权柄的医治，而且是立即生效的。耶稣说会活，所以你知道，就在说你的儿子会活，你的儿子就他当下就立刻得到医治了。你想想看嘛，他的儿子在哪里？他的儿子是在加百农啊，是在加利海的北边啊。而现在耶稣在哪里？是不是来到迦拿？而这个大臣也从加百农来到迦拿找耶稣了。你知道中间他们距离40公里，当时也没有快速道路，也没有高铁，但是他要长途跋涉的去找40公里去，40公里的回来，那个路不是那么好走。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是专程的来找耶稣，所以他清楚知道他的孩子因为耶稣的一句话，远在加百农的儿子的病就完全的好了。弟兄姐妹，你相信我们上帝的能力完全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吗？阿们。所以后来啊，圣经记载在53节的说，他自己就是大臣本人
还有他的全家都信了耶稣。阿们。这多么神奇的事情！你知道大臣自己信，因为当时他去找耶稣的时候是还没信，还不是基督徒，还没信，也还没有看见耶稣真的能医他儿子吗？因为那时候他只是耶稣会好，他就半信半疑的回去了。我告诉各位，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信心啊，半信半疑的信心。有时候我们信主很久了，我们也是这样，会吗？可能吗？一直到那个仆人说你儿子好了，他活了，而且印证了医治的时间，他才确定耶稣的医治是真实的，他就坚定不移的信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讲什么是神迹？神迹就是一个记号跟超能力。我们都是自然人，但是耶稣有超自然的能力，因为神迹就是上帝说话，是上帝的作为，是上帝的行动，是上帝做工所留下来的痕迹，也显出了上帝的荣耀，带下上帝的恩典，而且这证明了这是上帝恩惠的福音。一起宣告恩惠的福音。所以就好像我们在路上都有看到路标，一个房子前面都有我们的门牌，神迹就好像路牌，在指引人来到耶稣那里。我从南崁来，我一定要知道我们永光教会是在中正路，这永和中正路的145号，对不对？我一定要得知道这里，还上来3楼。这就是个指引 ，Google 也要按照地址来指引。所以感谢主啊，这个也是让我们再去思考。我想，我们宗教改革长老会的创始的约翰加尔文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神迹的用意是要让罪人对耶稣基督产生敬畏，最终的目的是要让罪人能够认识、明白真理，而且信靠真神。所以神迹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我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且使人信耶稣，是因为他的名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耶稣是先让我们有命，然后才让我们好命啊！阿们吗？所以大臣他全家信了耶稣，这是整个新约圣经里面第一个记载一个人信主全家得救的见证呢。经文虽然没有记载全家人为什么都会信主，但你可以想见这个大臣他一回到家，他一定迫不及待跟他的妻子，甚至这个孩子，还有其他的孩子，还有他的父母，还有他的亲人，甚至他的所有的部属，会跟他们诉说他亲身的经历跟见证。经历上帝恩典的人一定会做见证跟传福音，相信吗？阿们。而做见证的人就会把神的能力、神的荣耀分享出来。新约圣经里面多次提到全家得救信主的事件，所以全家得救是上帝救恩计划中最宝贵的应许，好不好？我们宣告，我们的全家都要得救。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没有信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并且信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这位大臣是来寻求耶稣的，而且他带着信，神好喜悦，所以他来到神面前，因为信有神，所以神就赏赐他了。所以耶稣他要借着大臣的亲身经历，让他自己明白什么是真信心。我们不是凭着眼见的信心啊。所以我们知道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宣告：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
对未见之事有确据。你对还没有看见的事情，你有确据吗？你对未来还没有成就的、有盼望的事，你会有把握吗？我想一般的人是什么？一般人都是眼见而信啊，对不对？我们常说 "To see is to believe"， 你一定要看见你才会信啊，眼见为凭嘛。但是呢，我们信耶稣，基督徒，我们要知道神的法则是什么？就是先信而见，一起宣告：先信而见，就是 to believe is to see。你知道英文说 see 除了看见，还有一种 oh yeah I see， 我知道了，我明白了。所以当你真正的用信心来到神面前，你会明白，你会看见这一切。我看到大成的经历是渐进式的，他的信仰历程不是一步到位的，我们信仰过程也是如此。他从慕名而来，他从尝试一下到半信半疑，然后最后到了坚定的相信，然后最后带领全家都来归主。从大成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父亲爱孩子、爱家庭、有信心传福音的好榜样。真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多么渴望，我们在信仰这一条路上，我们也是这样走。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你要经历神迹，需要有4个非常重要的信心法则。第一个，我们一起宣告：信心是从听见开始的。大成因为听见耶稣来到加利利，他不只听见耶稣的行程，他更听见耶稣说过的话，而且还听闻了耶稣在之前行了一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什么？迦拿婚宴里面使水变为酒，那是一个很轰动的事情。犹太人的婚宴不是像我们晚上请客2个小时过去，他们有时候是一周里面持续每天都在请客。所以那一天不只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来，耶稣还带着门徒去参加这个婚宴，可见那个婚宴的主人，那个婚宴的场面是多么的值得很多。不是大臣一定听到这件事情，一定风闻到他的耳朵里了。他寻往那么多的名医，他看过那么多人没办法医治他的儿子，他一定是想，这个水都可以变酒的耶稣，我不要去试试看吗？所以他一定是听见。弟兄姐妹，信心是从听见开始，但是你不传福音，谁能听呢？很多人传了说怎么都不信，又不想传了。我们要相信，你得要有人传，才有人听，有人听才有人信。阿们吗？所以罗马书我们看到第10章17节说，可见由此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基督就是我们的耶稣。耶稣本身就是道，本身就是话语，所以神是他说话是有能力的。所以你要相信，别人会相信基督的信仰，是一定要从听道来。阿们吗？所以这一节的意思就是信心从听见来，听见从基督的话来。什么时候你听见上帝的话，就会在你的心里面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渴慕，进而让你发出对上帝的信心。那你知道吗？神常常对我们说话。也许有些弟兄姐妹说，我都没有听过，感谢主啊，我们教会有先知性启示的祷告，对吧？代表你知道圣灵会工作，圣灵也会对我们，神也会对我们说话。但是你知道神说话有3个管道，第一个一起说，透过他的仆人说话。所以我们每个星期日我们来有2场礼拜，我们听牧师讲道，听神宝贵的真理的信息。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感动记录下来，也许当下神正在对你说话了。所以
你把每一篇的讲道篇，把这些信息累积起来，也许前面2-3个礼拜，这个月你听了那么多次的信息，回头一看，你就会清楚明白，原来那是神正在对你说话，原来那是神对你的心意，他对你的提醒。第二，一起说，透过圣经来说话。我想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很认真 QT、很认真读神话语的教会。但是你不要把读圣经只是当作例行公事。这66卷的圣经，这40个作者，从旧约到新约中间历时了1600年，很多的话都到今天21世纪，过去20世纪，我们才看明白，才看懂。现在的科技让我们更明白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贵跟正确。90%的预言跟启示都已经实现了，剩下的10%也正在最后耶稣再来之前都要应验。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先祷告，边读边祷，边祷边读，读读祷祷，对吗？祷告跟读经是不可切割的，所以你要欢迎圣灵降临，他会帮助你来理解你所有想在读的真理。神的话像一道光一样，那个亮光会照入你的心，因为它是你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所以你要相信，感动这40个作者的灵，也会感动你这个读者。相信的说阿们。所以神会开启你的心窍，开启你眼睛，去读懂圣经中的奥秘。所以你读经的时候，一定要渴慕圣灵的同在。你祷告，圣灵启发你读经的亮光，这一句话就会成为你一整天，甚至这一整个礼拜的力量跟指引。第三，一起说，透过环境来说话。有时候我们在顺境，有时候我们在逆境，有时候我们在高峰，有时候在低谷。不论怎么样，神就透过环境在对你说话。可能在你的家庭，可能在你的职场，可能在你现在的处境中正在对你说话。当上帝在你生命中关了一扇门，弟兄姐妹，不要伤心，不要沮丧，因为他正在为你的人生开启另一扇门呢。等过次好的会是更好的。你要耐心的等候，你要继续不断的叩门。耶稣告诉我们，叩门的他就开门，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会寻见。阿们吗？你要一直叩门，只等到上帝为你的预备敞开了他给你的门。因为你要相信，我们的上帝有1000把钥匙，可以打开1000扇不同的门，来拯救他自己的孩子。相信的说阿们。第二，一起宣告，信心要有真实的行动。你光听还是不够的，你要有一个真实的回应。在经文里面，这个大臣他听到耶稣到达加利利，他就立刻从加百农来到迦拿找耶稣，他没有坐在家里等候神迹发生。信心不只是你心中有感动，有感而不动，那也是枉然。因为你需要付出行动的代价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和计划。所以你要有什么行动？一起说，祷告的行动。上帝不会垂听一个你从来没有做过的祷告哦。你要经历神迹，其实最简单的行动就是祷告。请你记得，祷告就是你听见上帝的话和指引的时候，立刻采取的一个回应的行动。那除了祷告的行动之外，一起说，我们还有顺服的行动。一个谦卑的人，虽然我是高高在上的官大臣，但是我却愿意。人家说耶稣不过是个木匠啊，
我还愿意到他面前来问问他吗？你一旦明白上帝的心意跟指引，你必须要谦卑顺服。在迦拿的婚宴当中，没有酒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对主人来讲。可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对那个家的仆人说：“耶稣告诉你们要做什么，你们就照他的话去做。”后来耶稣，他们家里有6个石缸嘛，你们把水拿过来，把石缸都装满了水。天哪，疯了吗？这怎么可能？石缸很久没有装东西，那现在石缸我们去把水填满要干嘛？现在是没有酒你会不会怀疑？你可能就有一点，你还可能说，那个人疯了吗？我们做这种无聊无意义的事吗？可是那些仆人二话不说，顺服的照做，最后在婚宴中果然出现神迹了。普通的水变成了上好的美酒。顺服的行动太重要了。很多人总是在等上帝的第一步，其实你知道吗？上帝正在等待我们走第一步。所有的关键时刻，约书亚他把他的脚跨出去，约旦河的水就分开了。阿们吗？当你愿意跨第一步，神迹就在你的前面了。信心加上顺服的行动，神迹一定会发生的。第三，我们一起宣告：信心必须经过考验。我看到大臣凭信心来到耶稣面前，可能他心里面还有一些想法，还有一些期待。他希望耶稣是能够到加百农来医他的儿子，但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对大臣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会活。”可见，刚刚你听到了，时间是在昨天下午1点，对吗？那现在已经隔天，可能来到半路，他一想他是昨天下午，昨天表示走了，到今天才回到家。这一路上，请问要不要很多的煎熬跟考验呢？特别是上帝做事情的方法跟你想的不太一样的时候，或者是事情的发展历程没有照你所期待那样的时候，你还信得下去吗？上帝是考验人的。你就想想看，亚伯拉罕，他75岁，神呼召他离开，从乌尔、哈兰，然后要往迦南地去。你觉得要让他等候成为大国，要经过25年到100岁才真的得到以撒？你得到了，又养他15、16岁，15、16年后跟他说：“来，把你的以撒献给我，归零。”你做吗？然后那一天要上摩利亚山献祭，要走3天呢，3天熬不熬炼人的心啊？一个父亲100岁才得到孩子，用3天的时间准备，把他杀了，把他烤了，不是去山上烤肉，是真的杀了，然后烤了献给神呢，那是火烧，要烤那个孩子啊，他不是带着柴吗？要烧，这个信心的考验你能接受吗？同样的，5饼2鱼的神迹，是不是也在考验那一群门徒？已经这么晚了，5000人甚至有1万人要吃饭，没有地方买东西。就算能买，我们教会200-300个人，如果有爱宴，那不容易，要准备这一顿也是要一点时间准备啊。那这个考验啊，我们做得到吗？其实神都在我们2个问题啊。来，第一个问题一起宣告：来，你信得过上帝吗？每一次在考验的时候，神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信得过我吗？你信得过我吗？那个大臣信得过耶稣吗？你已经来求了，但是你求完了，你信得过神吗？
当一切事情的发生与你的预期不一样，你仍然相信上帝的应许必然会成就吗？当我渴望我的生命的历程可以突破，但迟迟没有得着，你还相信上帝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吗？上帝是永远信实可靠的神，他是守约是慈爱的上帝啊！所以只要我们愿意选择信靠他，一切都会翻转跟改变的。上帝要问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上帝信得过你吗？他既然要用你，他呼召你，你是值得他信赖的人吗？当上帝呼召你摆上自己，与他一起同工，来成就上帝的美梦跟计划的时候，上帝信得过你，会照他的吩咐去做吗？神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吗？你愿意成为那一个顺服从命的门徒跟仆人吗？当神迹要发生的时候，真的神非常需要一个信心的器皿。当大臣相信耶稣说话就回家，而他的儿子的病就在耶稣说话的当下就好了。但是这一路上，神需要他有一个考验的过程。在雅各书1章3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但要忍耐发挥完全的功用，使你们又完全又完整，一无所缺。弟兄姐妹，信心是需要经过考验的，因为你考验过后，你才会生出忍耐，忍耐也让这一切发挥最大的功用，就是又完全又完整，而且是一无所缺。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紧紧的跟随耶稣，上帝一定会为你开道路。你相信神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吗？阿们。最后一点，一起宣告：信心要持守上帝的话。大臣选择相信耶稣的话，选择信神，他就回去了。他的儿子在耶稣说话的当下就活了。因此，我们真的要凭信心来相信上帝说的话，而且坚持到底。我常跟弟兄姐妹讲，不要半途而废，不要半路下车。你搭高铁，你明明就要搭到左营，你为什么在彰化，你为什么在云林就下车呢？我们很多人信仰，为什么信？我们说富不过三代，为什么信不过三代？张惠那句名言嘛，一代都很兴旺啊，很好啊，二代到三代都模模糊糊，你知道吗？四代你请我没空啊，你抢我没赢啊。五代讲够满厝内满五常啊，对吧？五常满厝经啊，意思就是家里又开始乱拜了，你知道吗？这叫我们说富不过三代，我们要富三代，还要信三代，信五代，阿妹嘛，要世世代代的跟随耶稣，要坚忍到底。所以神的话很重要，我们要凭信心信神的话，而且坚忍。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要用绝对肯定的信心，当上帝应许我们那个时刻要来临，那就是事情成就的时刻了。所以要记得，信心是需要持续的祷告来持守神的话。所以一边祷告一边，所以双赢就上帝的话跟上帝的人一起工作。所以如果你相信上帝要复兴我们永光教会，要复兴南崁教会，那你相信神的话会成就吗？阿们，太小声了。刚刚说我们拍手要用20岁的拍手啊！你宣告信心要用20岁的信心，可以吗？你相信吗？哇，神已经应允了。所以如果
你相信上帝要在你的家庭做恢复的工作，做得救的拯救工作，你相信吗？所以你就一直祷告，祷告上帝完全动工，实现你的祷告为止。我们来，门你要开，他会写一个推 push 要开，你不推它不会开，对不对？你要往前靠一步，就算电动的，你往前，那门才会开啊。你有一个推力啊，对吧？因为开门有一个上面还像这样有的，它不会自己，它还要 push 一个门按下去才开，对不对？因为它要省冷气嘛，它不会一直乱开，你要 push 一下。所以你要像你的祷告就是一个 push， 没有祷告不会推，不会开。所以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s。P-U-S-H， 你要祷告一直到事情发生、事情成就为止。相信的说阿们。当你祷告那个地步，就开了，就通了，就行了，就成了。所以上帝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做新事、做大事、做奇妙伟大的事，你的梦想可以成真了，你可以展开突破，但是你祷告要持续下去，直到突破，直到发生为止。所以当你持守上帝话语的应许，坚持到底，神迹就会发生了。阿们。最后来讲结论，耶稣到底住在哪里？很多人问这句话，你们的神在哪里？对你来说，神就在我们当中。你相信今天神在我们当中吗？他是以马内利的神，有没有与你同在？所以你信耶稣说，我已经把耶稣邀请到我的哪里？心里。耶稣已经在我的生命里面了，耶稣一直与我同在。我今天来到永和，与我同在；我在南崁，与我同在；我去到高雄，还是与我同在；我去到日本，他还是跟我同在。所以不只是在加百农同在，在迦拿也同在。阿们吗？所以很多人都不是这样想。如果你不这样想，你就很容易感觉到沮丧，你就很容易陷入灰心绝望，甚至很快的就想放弃这一切。但弟兄姐妹，请你要常常思想那个住在你里面的耶稣，还有我们的圣灵。你要再一次拿出信心跟勇气来，那个绝对肯定的信心，不是自我催眠，也不是自我暗示哦，而是你要完全信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真神，他是活神。所以无论任何人、任何环境，你只要遇见耶稣，你碰到耶稣，与耶稣相遇。所以很多人我们邀请他参加遇见神营会，阿们吗？要与耶稣遇见。当一个人他遇见耶稣，他的生命会发生神迹，他的生命会得到改变。所以遇见耶稣能让你逆势翻转，能够迈向肯定正向，而且产生美好的结果。19世纪英国剑桥大学的宗教学有一个考试，出了一道题目，他问：请你叙述耶稣使水变酒的神迹。这个申论题简答一下，就问这个题，请你叙述耶稣怎么样使水变酒的神迹。唯一一个拿到满分的答案只有一句话：水遇到主人，脸就变红了。水遇到主人，脸就变红。你看水是无色的，但是耶稣来了，他变葡萄酒，有没有变红啦？你遇见耶稣，你不用害羞，你不用脸红。耶稣爱你，你会喜乐赞美神，你会经历那个更大的神迹奇事在你的里面。重要是要遇见神，没有错。我们遇到人生的主人，你的生命可以开始改变。
耶稣行了使水变酒的神迹，让参加婚宴的人充满了喜乐跟平安。他们得着了极大的恩惠，而你遇见了耶稣这位生命的主，使你从有命要变成好命。因为主说：“我让你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你遇见耶稣，就那个大臣一样，他儿子的病好了，即将要面对死亡的痛苦，就成为一个心中极大的喜乐跟欢笑。因为绝对肯定的信心跟顺服的行动，连死亡都要公开投降。阿们吗？死亡都没辙了。那其他的事呢？因为耶稣是复活的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可我看到了约翰福音2章后面有一段话，23节到25节，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又有许多人看到他行神迹了。耶稣来的3大事工里面，很大的一个是医病赶鬼，对不对？行神迹嘛。他有很多人看见，就很多人因为看见耶稣行神，就信了他的名，就信耶稣了。但耶稣自己却不信任他们。我读了这句话，我很惊讶。那些因为看的神迹信耶稣，耶稣却不信任他们，什么意思？他解释了，因为耶稣认识所有的人。注意听哦，你认识他吗？你信他是一时的，或只凭眼见的，但是耶稣自己却不信任他们，不信那个只看了凭眼见的说我信你的，因为他认识所有人，也用不着谁来证明人是怎么样的，因为耶稣自己认识人的内心。你还记得神说，上帝是看内心的，人是看外貌的。所以你是真实的信耶稣的人，神都知道；你真实的用读经跟祷告来依靠神的，他也知道。所以上帝会使坏的变为好的，上帝也会使好的变为更好的。阿们吗？我看永光教会这20-30年来，哇，很厉害，现在已经从 A 变到 A+， 你知道吗？来拍手感谢神，真的。永光是一间永远为主发光的教会啊！所以等一下你看我们的影片，南港教会跟他说，我们要成为光的教会，在学这个。真的，我们的这个有一个简介，教会简介夹在周报，你可以点一再看，那就是要光的教会。因为永光已经是好榜样了。我来看我2次来都觉得我们这个座椅很好。我还要跟长老说，我们也应该用这个规格的座椅才好。还要等一下长老到那个隔壁那个在讲员接待室参观一下。那个真的，我们就要做一间有像这样规格的，因为这已经是 A+ 了。真的，上帝祝福你们啊！所以我也相信，我们不论是顺境或逆境，我们都要信靠上帝。你要肯定自己，你要肯定别人，你要肯定环境，你要肯定神，你要肯定未来。人生是肯定跟否定的战争，人心是肯定跟否定的战场。盼望你能够拥有绝对肯定的信心，亲身的经历超过你所能理解的平安。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耶稣，他会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所以当你亲身经历了超过你所能理解的平安，你就可以有见证不完的神迹奇事。我再宣告一下，上帝可以在无路之处为你开路，
他也可以为你打开所有原本已经封闭了的门。阿们吗？南坎教会今年就要迈入在135年了。它是马偕设立的，马偕设立60间教会，南坎是他设立的第53间教会。在1892年2月13号那一天下午，他来到南坎，带着他的妻子3个孩子来到，还带2个门徒一起来，他的日记都有记录。那一天晚上的开设培灵会，隔天2场礼拜哦。马偕来的第一天2月14号，1892年就布道2场，这3场加起来超过我看他日记超过400多人了，拍手一下。马偕是用什么方法？他能够，而且好多人，我看他日记带着偶像说我要信耶稣了，交给马偕。南坎经过了7次搬迁，现在在用的礼拜堂是第4次建，是在1980年建的，已经用了第46年了。现在在盖的是第5件，所以我们叫做7005件，加起来12，也蛮好的一个完整数字。我在大直神为我行了第一个神迹，在大直建堂前后花了1亿5千万，卖3次堂，一直买，就楼上这样买，像各位这里一直买3次。在2019年11月，1亿5千万全部还完了，拍手一下。大直告诉我，我在2013年去南坎，他们19年全部还完了。南坎，原来我还没去之前，大家已经分3次把后面那块原本做停车场地买了，可是等很久也是很难盖，因为建堂经费只有3000万，要盖是很难的。就像大直开始只有600万，要盖1亿5千万有多么难？但是神让我第一个是神，今天在南坎做就今天一样，要做第2件神迹。神就让我们经历它，所以这一次总共要花2亿7千万，建堂大概2亿，设备跟装潢大概6000多万，这样7000万。所以这是一个很庞大、很艰难的过程，但是依靠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吗？我们来播放一个影片。期间由马偕博士设立，拥有135年历史，并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多年来，教会持续为未来发展预备空间，先后购置停车场土地，并租用教育中心与宣教中心，盼望为儿童与青少年提供更好的聚会环境，也更深入连结社区，成为门徒装备、社区服务与宣教的重要基地。目前我们面临房舍老旧、空间狭窄、缺乏电梯与无障碍设施等挑战，加上通膨影响，使建堂经费大幅增加。即使如此，神的恩典从未缺席，弟兄姐妹也同心摆上，自发参与义卖与奉献，出钱、出力、常常1个月、2个月我们就会办一次义卖，很多弟兄姐妹出钱出力。正如诗篇127篇1节所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这就是我说的停车场，原本就在这块土地上要盖地下2层、地上5层的新的大楼。求主亲自带领施工平我们常在这里一起祷告，并充足供应一切所需。建堂意象与新堂外观设计。建堂主题：兴起发光，建造教会。新堂名称：光的教会。感谢主。设计发想：以5件7000为外形设计之基础，将立面分割为12块亮体。12这个数字也象征建堂100年来的筚路蓝缕。神的恩典如同光一般凝聚并团结大家，以建筑物不同大小的亮体分割。红色的就是现在在用，已经用46年的，不同民族彼此相互扶持与传承。还是继续用当副堂呢？这个新盖的是新的。神的恩典像阳光一样的遍布大地，故在4项立面上开出许多光带，
让光从内部透出，象征四方皆能同沐主恩。借着光的教会的影响力，改变难看，改变城市，改变国家。这个是进入地下室的车道。如同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设计楼层，地下2层，地上5层。地下2层就停车场，可以大概停32个车位。这是1楼有教育厅，外展的很多可以活用的地方。耶稣在这里，天国在这里，在这里。我们相信我们要成为地上的盐，世界的光。这是新堂，我们希望椅子能够有这样的规格，这样再想一下。我们已经开了，这月底礼拜2要开第77次建堂会。我们在从去年的2月开工签约开工礼拜，我们就写光的教会，这是开工破土的礼拜。然后去年8月动工，到现在刚好到7月底1年了，1年从地下2楼现在盖到5楼。我们在8月2号的那天下午2点要举行上梁跟安顶的感恩礼拜。这盖到5楼，最后是目前6月30号为止。因为5楼屋顶起来，我们有个上梁的礼拜。这是目前盖的外观。这里有2只十字架，再加新的这个，总共我们一个教有3只十字架，高举十字架。这是新堂里面1楼，我们也常在这里面一起祷告，建堂会员。好，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为我们继续祷告。周报里面有奉献袋，如果这一周方便，大家可以奉献；没有，下一周也可以。或者你要汇款的，我们都感谢主，一起参与神国的建造。上帝祝福永光教会，谢谢你们。还有后面也有义卖，出去的时候有那个声控的，你跟他说灯亮一点，换颜色暗一点，它就会开了可以。还有学青自己研发的一个桌游，大家可以作为我们的义卖，谢谢大家。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将掌声荣耀归给神。好，请大家从座位上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来宣告。告诉旁边跟他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没有难成的事。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你的应许，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弟兄姐妹，是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不仅是对南坎教会，对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出钱出力为他们祷告的，也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吗？阿们。当我们再唱一次的时候，你跟神祷告说：主啊，有这样的机会，那主你感动我，我要奉献多少？在我们的周报里边有奉献袋。等一下我们再唱一次的时候，你祷告，然后你来做预备，好不好？阿们吗？大大小小，我们都一起为这个教会来做奉献。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有一种，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唱出我们的信心，绝对的信心。主耶稣，谢谢你在这个时刻，主啊，我们从你而来给我们的感动，谢谢你带领蔡先生牧师，主啊，他把这样的教会建堂的意向带到永光教会。主，我们知道他来到永光教会，这就是神你的拣选，你拣选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有份于参与在南坎教会的建堂。主啊，是的，在100多年前，马偕博士、马偕医师，他用他的爱，用他爱台湾人的心肠，在那个曾经是乡下的地方，在那里建了教会。100多年来，已经让许许多多的人民在那里认识了耶稣。因着南坎教会在那里定根，以至于在桃园地区，主要在那里有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家庭都归信在主的里边。谢谢主，今天就是神你祝福我们的时刻。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为建堂奉献的时候，我们就是储存我们的金钱在天上。主，这福分何等的大！主，你应许说，这福分要延续到我们的后代的后代。谢谢主，当我们预备心的时候，主你的灵必在这其中，也祝福在南坎教会成为光之教会。哈利路亚！是的，主，你的成全在每一个人心中，都要按着神你的心意来摆上我们的奉献。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你没有，一起来，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有一种，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在基督里宣告神的应许，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哈利路亚，都是 Amen，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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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坐下来，然后我们来预备奉献。那从周报这个里面，我们拿到南坎教会的奉献袋，然后把你要奉献的金钱按着神给你大大的感动，我们就来奉献。
这时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忆上帝的爱以及细心的行动，请我们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生命活着，生命触摸中心的你，到达主恩真心所愿，认识了你，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事工分享我们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蔡希成牧师，今天为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充满神的大能的信息。我们每一个人也在这个生命里边，因着神的大能，每一个生命都要被建造。阿们。这个时刻，我们来关心教会的消息。好，我们这一周的导读，我们一起来导读。来，请。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传道书5章7节。我们在这个礼拜，我们持续的把我们的导读，不论是导读或者是抄写经文，我们都按着时间把它完成。好，接下来。好，这是我们的青少年在礼拜1到礼拜4，他们到和平篮球馆和平篮球场，在那里呢，然后他们在那里有很棒的特会。昨天晚上他们就回到去到新店行道会，他们在那边又有另外一个特别的聚会参加的人有这么的多，感谢主。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好，这是昨天的央青手作布道，总共有39个人，有贝斯的15个。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他们的手作是什么？来看一下。这是他们昨天手作的。这个可以拿起来吗？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哦，哇，非常的美哈！连弟兄呢也都做得非常的棒哈，可以把它摆饰在家里面哈。上面总共有39位，然后几位拜师？39位，他们昨天呢没有一个缺席，没有一个迟到。哇！所以我们央青呢，他们真是充满了神的活力哈，还有每一个团队他们的合一事工的分配、接待各方面都做得很棒。我们给我们的央青牧区来一个热烈的掌声！哈利路亚！感谢主。
现在呢，你知道，连那个学校哈外面的社区，他们也跟我们预约说，嘿，那这个可不可以换我们社区来做做看？好，你如果有兴趣的，来请洽我们的慧华干事，我们再来安排哈，很棒。好，那今天是我们的蔡牧师，是呢，我们可以持续来关心我们南崁教会的建堂大概要建多久啊，牧师？刚开始嘛，哈。已经1年了。OK， 好，所以呢，每一次呢，你如果开车经过的时候，你看到哪一个教会在建堂，你一定要为那个教会祷告，要为那个教会祷告，因为那是在建立神的教会，是充满了荣光呀。好，所以呢，我们要关心这件事情。好，那在后面呢，等一下他们的后面呢，也有他们义卖的东西。先介绍这顶帽子对，这顶帽子上面年轻人所设计的，对，再看看，我们的哈利帅哥，帅，好，这顶帽子600块，这个都是1000块，义卖价了哈，都是义卖价，2顶就1000块，这一顶你就买了好不好？好，然后呢，这是手游。这是桌游桌游，桌游这是桌游，是所以我们的年轻人还有牧区小组的时候也可以玩。好，这是400元，这是400元。所以我们的组长呢，等一下来参观一下，这是他们年轻人设计的，他们自己设计的。好，是所以我们都到外面去买那个桌游，那这是我们自己出产的，我们就来捧场，好不好？年轻人是为了要建堂，所以他们特别设计哈。好，我们会买哈。好，再来这个光，这声控的，这个声控，来，这个三个帽子它可以改变。好，这个声控是怎么样？可以跟他说。好，那你说一下好了。关闭灯光。好，打开灯光。英文可以吗？只有中文。亮一点，再亮一点。换颜色。改变颜色。对，然后它也可以用触控的。触控也可以哈。这一组是600块钱哈。那在家里一组一定是不够了，一定要2组以上。2组是1000块钱对最主要是为了建堂，所以你放在家里看到这个，叫它打开，就是打开你的祷告，为南崁教会祷告这样，持续奉献也可以，对不对哈？阿们，阿们，好，非常的棒哈！打开，打开灯光。这个可以换的这个是3种的3种的，上面还有经文，是它的外套它的外套。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好不好？弟兄姐妹们，这个是600块，那你可以揪团，2个就1000块嘛哈。对，不，一个人家里要至少2个，不用揪团呐。对，家里要2个。你跟旁边的时候，我们2个人一起买。对，不然。回去会抢，对不对哈？他们已经带来了，就不要再让他们带回去南崁，好不好？对。OK， 好，那我们呢？大家都可以来。如果有剩的话，长老全部负责长老。OK， 好。所以长老呢要到外面来行销一下。好，谢谢他们非常棒的义卖品，很有意义。好，感谢主。那个也可以先也带回去。好，接下来周牧师你要报告什么？报告就是今天我的好朋友来。OK， 好，来继续来，我们来看一下8月2号，这是8月的我们的礼拜哈。8月2号是父亲节，同时也是我们的圣餐跟洗礼，所以呢是3合1的，我们3场要并为1场的联合礼拜哈。是在上午的10点。好，接下来。那我们今天礼拜后呢，我们新旧同工，也就是主日礼拜的服事人员，自行用餐完之后2点在这里集合，我们要有礼拜服事的训练。所以呢，周报上面有你的名单，还有旧的同工，你要来传承，然后来教练，所以旧的同工一定要过来哈。好，接着。
信仰奖励金下个礼拜截止收件。好，所以你各方面的资料都要备齐，不能逾期哦哈。好，所以呢照着这个时间来缴交，我们就能够拿到信仰培育奖励金。好，再来是我们生命更新营，哇，又来了哈，在8月底哦哈。那有早鸟价是7月24号之前，所以呢，欢迎我们刚受洗的。还有转籍过来的，再来就是永光人，你还没有上的，都欢迎你来报名哈。大部分的永光人大概都已经上过了哈，所以我们还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赶快来报名。好，接着，好，那下个礼拜呢有培育学校的服事跟预言的说明会，所以请我们同工呢在第2堂礼拜之后呢，我们都在这里来说明。好，那我们很快的8月3号到8月10号要到韩国有一个访韩盛会，我们弟兄姐妹总共有24位要去哈，所以牧师呢跟传道我们也都会一起去，在那里呢安静自己沉淀自己在那里来祷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参加，所以呢大家也为这个访韩盛会来祷告。那我们参加弟兄姐妹要记得去到那边没有饭吃，要禁食7餐，你现在可以先学习看看。好，禁食7餐哈，所以也让我们心理上有一些的预备。好，接下来，好，那这是教界的消息。好，这个是周志亨牧师，周志亨牧师要教我们的周牧师叔了哈，所以呢他要在彰化来就任，我们也祝福他们在这个永福的新的教会。很多的同工都知道，周志亨牧师本来是在吉丰教会，那现在他调到永福教会哈。好，接下来，好，那我们的中会呢有办这个 VBS 的夏令营，好，所以我们的教育部还有我们的亚伦传道呢，都要跟我们的青少年都要去服侍哈。好，再来是央青牧区，央青牧区又有活动出来了哈，很棒哦。这个名字大家念一次来。大家来念看看，等一下再看一下那个基金吗？好，速度与激情，这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好，我们周牧师，我知道了，我第一场也不知道，原来他们要去开赛车，然后再去那个去加安阿给。这叫做激情啊！来，那个央青的区长来一下，区长来，快点，快点来，你简单给你30秒介绍。所谓速度，就是我们开着卡丁车，所谓激情，就是我们会去吃安阿给，所以热烈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是包场3万块，花重本下去的，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谢谢。OK， 我们都要参加哈。他们就是透过这样，然后吸引年轻人能够一起跟他们成为一个非常凝聚力很强的一个团体哈。我们也看见一家青少年不是青少年哈，央青青少年也是哇，央青他们这一次办这个手作的活动就非常非常的热烈也很成功，感谢主哈。好，那接下来，好，那我们的社区的据点呢，明天要正式开跑，你报名了没有？当然不是你哈，65岁以上的长者，所以呢65岁以上的长者呢，我们同工们呢，弟兄姐妹，你都可以来邀请你的家人哦哈，邀请家，特别是 base 的朋友，我们非常的欢迎他哈。那一定要带健保卡来报到。好，那我们继续呢，为我们的信志长老，还有陈嘉佑弟兄，嘉佑今天有来吗？他一定在直播上，对不对？加油！上帝医治你的眼睛哈。好，还有我们的信如组长。好，那持续在我们的小组里边，我们都关心我们的组员。好，再来 ，OK， 好，那是好，那我们教会过去1个多月我们把我们的中央的空调冷气把它全部换新了哈。那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的奉献都已经完成。那上个礼拜，如果你现在进来，你会发现我们的地毯是不是好像很新？
啊，其实我们这个地毯从我们开始2000年开始用到现在26年了。原来我们的计划是5年可能要换一次，但是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换。因为这次我们空调有一些水渍掉下来哈，所以我们就请工人来帮我们整个清洗过。现在好像新的一般，对不对？哇，包括我们外面都有打蜡过哈，所以我们感谢主哦，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这么的合一，这么的爱主爱教会，所以我们教会都维持得非常的新哈。常有牧者来说，你们教会建堂多久？我说20几年以上了哈，表示说，我们都维持得很好啊。牧师告诉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爱教会的心，我相信这是神所喜悦的哈。谢谢大家的配合，谢谢。感谢主，感谢主。好，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有非常多的弟兄姐妹参加我们吴文章弟兄的告别礼拜，好，全场大概有160多位，所以我们的恩慈还有心爱。他们在这里来，请你们站起来，是他们也要跟弟兄姐妹长期以来为了他们的父亲祷告。最后他的父亲受洗了，也用基督教的告别式，所以带来极大的见证。他们的家族都没有信主，可是透过这一次的告别礼拜，成为布道会，所以他们姐妹也一起共享我们弟兄姐妹，谢谢大家长期以来对他们的关照。请坐，请坐。好，那再来我们要介绍玉洁的哥哥是不是？阮坤正，坤正你好久没回来，对不对？你是住在台南，是站起来一下。哇，上次受洗是坐轮椅，对不对？现在可以走路了，哇！再一次热烈掌声，感谢主。你这一次是从台南特别上来？同学会啊，有没有哪一些是他的同学？举手一下。小学同学会啦哈，哇，看到你变勇敢呢，感谢主。你提出有逐天祈祷无？不要紧啦，变大颗就引导哎，感谢主哈。这也是玉洁呢，因为她一个人信主，所以她的家人呢也全家信主哦哈。她的老公也受洗了。很棒，感谢主，让我们的永光教会因着幸福小组还有在我们的小组里边，大家彼此的分享、见证，不断的传达那救恩的信息。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家人呢，从你一个人信主，然后呢，神都应许我们全家信主得救，阿们。感谢主。好，旁边的人还有没有你不认识的？你跟他说：“我认识你，我也爱你。”好，那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的蔡信生牧师所带领的团队，还有后面交谊厅的，还有一位长老，是不是？长老哈，长老你举手一下，陈长老是不是？好，这是我们的长老，还有他们的青年哈，掌声再大一点，哈利路亚！我们一同起立，彼此来祝福。一起来，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来呀，把我们大大的爱分赐出去。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向左向右转。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我们依然站立，神也祝福在透过直播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国内在国外，神都与你同在。我们请周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祷告。愿上帝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在他所建立的桃园南崁教会，特
特别在他们的建堂过程，主你让他们经历你是丰盛的，你是赐平安的，并且让他们更火热来传福音。也愿神把这恩典也赐福在我们永光教会，让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成为传福音的勇士，在我们的街道上，在我们的居住的地方，都随时随处都可以把见证活出来、说出来，并且能够经历神你丰盛的恩典。如此祷告，是奉主基督圣名，阿们，阿们。大家平安，平安，上帝赐福我们，下个礼拜见。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到我们交易厅来购买这些义卖的义卖品哈。好，大家请坐。带义卖品回去就是跟建堂有份，带义卖